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今年第14号的风台昨半暝结起来，名叫做减鱼，气象局讲礼拜六减鱼才有机会较晚进台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私底下捌讲，伊若会当警头一站就是要死。蒋志党的秘书长黄之锋今日来台湾访问2日。南韩上新的统计讲，因平均测一个女性是无生到一个后生族囝，这嘛是全世界第2低的比例。咱先来看香港蒋志这党的秘书长黄之锋早起来台湾访问2日。黄之锋讲，香港人已经抵觉中国所讲的一国两制，就是人权做一个绑落去。伊嘛望讲，台湾人会当汇集来支持香港，做香港人的后靠，做伙来抵挡中国共产党的压迫。一早，桃园机场到一大堆媒体的等待。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甲立法会议员朱凯廸、前校长秘书长任敖暉一行人，3号早起9点多，坐长荣航空到桃园机场，要进行2天来台湾快闪行程。我们也希望台湾会有一个人道的周还的机制，也听听不同台湾的立委还有不同政党的想法跟意见，希望可以对于香港人有更多的支持，还有实质上的帮助。黄之锋表示，这摆来台湾有3个目的，除了分享香港即卖情形，希望台湾人继续关心香港抗疫活动，再去也甲无共款政党进行交流，听因的意见甲想法，也希望10月初1以前台湾进行社会动员，支持香港。因为香港跟台湾，其实我们也是同样是面对北京的压迫，我们也是命运共同体。当我们现在香港人已经感受到1国2制是完全崩溃，我们希望台湾的朋友可以继续支持香港。传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确实有选择的实质倒台。黄之锋是回应，倒反条例是毋是撤回，香港警察是毋是暴力对待，抑个香港是毋是有民主选举，这3件代志的关键，拢伫个习近平的态度。伊希望今日台湾明日香港，香港有一天会成做真正自由民主的所在。算是9月、10月，香港也号召社会动员继续抗议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抗争到达将近3月日，特首林郑月娥顶日嘛去互录音录着讲，伊若会当竞者头一站，就是要清洗。即阵有香港学者咧分析讲，因为特首都毋是香港人民直接转票选出来，当然伊嘛自认讲毋免对百姓直接负责。毋过香港的市民正人对政治的觉醒又搁愈来愈悬，当然双方定定都会愈来愈有冲突发生。香港市民不管是以合理非的态度上街路表达诉求，也是后面全副武装冲击第一线，直接挑战警察执法。反送中行动已经3个月，地区政府迟迟无正面回应民间的5大诉求。特首林郑月娥就承认讲，若是有通好选择，第一件代志就是辞职，并且感觉真失礼。民间团体就观察，伫咧北京的压力之下，林郑月娥确实是无伤济处理的空间，但是伊嘛错失了所有会当解决的机会。林郑月娥她本身，我看不见她自己可以做有多大的决定。她尽管事件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想做一些决定，曾经有一点点的决心，可是她错过了所有的机会。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陈敬祖嘛认为，若是港府一开始就正面回应市民的诉求，嘛未发展到这个坎站。但是特首有这款的态度，嘛是因为伊敢若向中国政府和将伊选出来的功能界别，一般是工商界为主的代表负责，毋是对一般的民众负责。学者是认为，无法度落实普选，会互特区政府跟人民的对立，恐惊会更加加深。这个是目前香港的很大的一个困境。让市民的这个政治觉悟越来越提高，
的一方面啊，它的诉求也越来越在提升。那另一方面来讲啊，民主是王强没有将来没有出路这种情况底下，两边的冲突都会越来越这个升级。反送中抗议无组织、无大咖的人物，学者认为，这嘛代表讲无人会当代表民众甲地区政府谈判甲沟通，搁再加上看无港府提出诚意甲人民对话，嘛拒绝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厘清警方过度执法的争议，所以有关看无抗争行动有和平收拽机会。记者综合报道。黄之锋人是来到台湾，香港迄边民俗阁发生讲，因掌治这档的主席林龙岩，甲一个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会长彭仲贤，两个拢去互警方抓去。另外有一个来咱台湾东吴大学咧读德文系细例的香港学生，因为8月29倒转去香港参加抗争，嘛互警方以暴动这条罪抓起来，佮约束伊目前未用得离开香港。开学之后可以跟我们回来一起上课，就是说至少不要说人身安全，目前在香港还是受到蛮大的限制。希望东吴会当来台湾做回上课，东吴大学学生会、教育学校、教育部甲陆委会等相关的单位，会当协助保障香港学生的学习甲安全。因为自东华大学大二代了后，读东吴大学德文系的细例香港学生，传出参与29号围堵深水埗警署的行动，以暴动罪理由去抓去。马上联络香港校友会他们也发起了一些活动，支援这个我们自己的学生希望他能够早日厘清情况，然后可以回来上学。他到底是不是能够回来，我们当然不能够确定。学生人真平安，也毋过敢会当伫期限内底返来台湾上课，也阁毋知影。香港9月初2举行罢工罢课，原本也算和平，结果到暗时，未少民众伫咧旺角警署抗议警方812港铁太祖站的处理行动，又搁一遍爆发冲突。场面真混乱，警方放催泪弹、喷胡椒水，并且掠真侪人。其中包括正大学生会长彭仲贤，也毋过理由说是窃盗罪。学生会肉随澄清讲，受人判假物件由彭仲贤转交，谴责警方乌白掠人，也毋过冲突的事件毋哪这一件。目睭红红、接近鼻炎的所在，阁有明显的伤痕。香港泛民主派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龙，初2半暝伫咧等于厝的路里 Q3的不明人士攻击，后续阁去病院验伤。初3头早6点外，泛民主派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林道定的办事处，有人来乌白破拆，去警方列作是刑事毁坏案来处理。结果7点外，阁传出727公号元朗游行的第2申请人吴坤泰提出内底去警方掠去的消息。香港反送中运动继续炭烧，真侪主要抗争者拄到攻击，也是因为不明的原因去掠去。根据警方的讲法，6月到今去掠去的民众已经超过1100人。敢若最近3天，以涉嫌非法集结、操攻击性的武器，也有攻击警察这理由去逮捕的民众，就得要160人。记者综合报道，就是顶礼拜含一阵商业界人士会面开讲，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才去互人录到迄句讲，若是互伊会当竞价，伊头一站就是要清时。毋过林郑月娥今日早起开记者会背回讲，迄是因为私人的会面，伊一时间心情起波浪，才会安尼生讲。事实伊拢毋捌甲北京政府开喙讲要施职，嘛搁再一摆强调讲止暴制乱，上要紧就是爱将一国两制顾好。由開始到現在，我都並冇向中央提出請辭。拜二早起9點外，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消毒，強調絕對無甲北京提出請辭的想法。會大動作召開記者會，原因是前一天就透社披露一段長度有24分鐘的路運動。林鄭和香港商界人士透露心聲，講家己甘願落台。If I have a choice, the first thing is to quit. Having made a deep apology, is to step down. They and ourselves have no expectation that we could clear up this thing before the 1st of October. Another thing I want to assure you that is my own feeling the pulse and through discussions, CBG has absolutely no plan to send in the PLA.
对录音档的内容，林地原我强调，这是私人聚会单位，因为讨论到这2个月来香港抗争事件，一时感慨，伫发言上有带淡薄仔情绪，但是强调伊嘛是会继续留任，带领香港走出目前的困局。嗱，儘管我個人情緒咧有好大嘅波動，我希望咧呢個係一個好明確嘅訊息。冇提出請辭嘅原因，就係我仍然係認為我可以帶領我個團隊，幫香港去走出呢個困局。我哋今次喺止暴制亂嘅工作裏邊咧，其中一個最堅持就係一國兩制。同樣地，中央亦都係好堅守一國兩制嘅原則。林地再次強調一國兩制的立場，並且譴責暴力，強調面對香港反對的聲音，伊講最近會建立溝通對話平台，呼籲香港各界透過溝通對話平台和港府良性互動。林地推翻錄音檔所有的內容，補貼清晰的講法，並且對外澄清，講伊想要落台刷抹到落台的矛盾，唔捌發生過。記者綜合報道。生活的報馬啊，今年第14號的風台，昨半暝2點已經結起來，名叫做劍魚。氣象局嘛預測講，就喺到拜六，劍魚才較有機會挖進台灣。啊，第13號的風台00早起時，抑閣佇咧鵝鑾鼻東南邊的海面，拍算拜3、4啊，離咱台灣上接近。啊，咧走台東和綠島中間的交通船，早起嘛加發8幫船蛇，按綠島載2000個旅客倒轉來。早起8點外，客輪載回大批遊客為綠島登加台東富岡漁港，受00風台外圍環流影響，海上風景有點無平穩，有人行船過頭，有遊客講，煩惱風台影響提早登去台東，行程攏亂去啊。他吐了，本來預定是明天回來。明天回來，行程後面的行程會打亂嗎？不會。我們回來分道後再往更改。受到00風台影響，台東甲綠島之間的客輪拜二開出8航班，所運差不多2000名遊客登台灣。台東甲南蘇客輪伫下晡1點過後，就全部停開，繼續甲拜4。富岡漁港內漁船也大部分攏登去漁港內。連續報道的風台，也互無法度出海作業的漁民真無奈。氣象局表示，目前海面上有2個風台，今年第14號風台劍魚，按算伫拜六左右會較接近台灣，啊毋過缺少明顯導引氣流，路徑也有變數。而第13號風台00伫拜3、拜4上接近台灣，拜3開始受到外圍環流影響，全台攏有落雨機會。從今天開始減弱的太平洋高壓，它是不是如所有資料所預期？如果它減弱的比較沒那麼弱的話，會讓這颱風它移動的路徑會稍微向台灣地區偏。另外就是颱風北上過程中，它的強度會再增強，相對而言，暴風圈也還會再擴大，對我們的影響是我們持續在觀察的。氣象局分析，因為00風台加劍魚風台，攏佇一個大低氣壓帶內底，按算拜3了後，全台天氣無穩定。另外，劍魚風台目前有估調向北北東往福建方向行，短時間內對台灣天氣無影響。記者綜合報道。今日開學第3日，高雄三民區有一間國校發生流行性的感冒，規定燒話。一年的新學生攏總10班，271個人，現時已經有超過1/3，攏咧壓流行性感冒的症頭，嘛有3個老師去治療。自今日開始，一年有3班開始停課，先按算到後禮拜一。有54位，然後有感冒症狀有40位，這其中確診的54位當中有3位老師，1位志工。那其他都是1年級的新生。那我目前有1年1班、1年2班、1年8班、3班停課。若是有3班先停課應變，學校嘛開始徹底消毒。高雄市衛生局判斷講，頂禮拜5，學校佇咧地下室個禮堂舉辦迎新的活動，拍算是有學生囡仔家己流行性的感冒還未復原，結果嘛去參加，因為規間人攏吹冷氣，才會造成病菌咧傳，遮緊佫遮快。衛生局嘛提醒民間者有去共顧着囡仔，也是學生的大小單位，若有發覺感冒，也是腸仔病毒規定燒話，就要照起工通報。因為正2月日內通報上萬，已經有處分5000起了。目前有一寡食品安全的問題，攏是食品工廠內底家己的員工看袂做的，才驗出來。
4天前，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嘛将因通报的奖金提悬，不过这站按起来，所定定发生这款按内部通报的人，毋若身份见光，连奖金都担无。今年有成案才29件，奖金拢总才发50万出去尔。伫无啊挂嘴案点点啊出现伫媒体镜头前，这位是按分别的人伫去年4月检举伫桃园龟山无合法登记的地下工厂回收搬上破损不良品以及过期品、丁造成聚米粉等等的产品。想未到今年3月，相关单位才对工厂进行封存，嘛也未终结起诉。那老鼠啊、蛇啊、蟑螂什么是应有的尽有了？那我询问过上级主管，那主管他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有跟我说。你不要管那么多。分别的人被看作是把关食安有效的关卡之一。卫福部阁因为安尼制定检举奖励办法，根据食药署统计，这3年卫生单位依照食安法立案的检举案件，分别是105年有48件，106年86件，107年29件，总共163件，也发出1730万的奖金。但是这几年所定的发生，分别的人身份见光，地方卫生局核发奖金上万，降低民众检举的意愿。而且，食安奖金是决定伫咧行政裁罚、伫法律上规范采用一罪不良法。一旦牵涉到刑法，不孝业者若是被判刑，无行政裁罚的情形之下，分别的人嘛提无奖金。有些厂商是透过行政救济，在行政救济那个还没有完成之前，可能这个部分没有做一些核发。那没有做一些核发的时候，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这个案件统计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刑事这边的处分确定、侦查终结确定了之后，都是要审查他的资格条件，那有达到发放的标准，那就可以予以核发。对地方卫生局核发奖金上万，食药署表示，各县市若是想要鼓励分别的人，拢会当甲中央食安基金申请增加奖励。未来卖检讨核发机制，不排除比较廉政署依照办案进度先分一定的奖金，但是嘛是爱得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彰化新港遮洋葱种袂少，不过顶月日大雨日连绵，一寡拄种落的洋葱仔栽，煞互雨水浸甲烂去。农民即马连要搁再种，葱仔栽有钱嘛买无？你甲看，即马有的葱仔园10分收都无1分，损失是真重。不过因为还未达到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惊的只有是家己委屈吞落腹肚底。农民伫咧大日头骹压腰，将一把一把的葱头栽啊插入去田内面。葱头是彰化县新港乡主要的农作物之一，啊，不过因为8月的超大水雨，互部分农民损失惨重，规个葱头田拢浸伫咧水内面。搁拍日了后，葱头栽啊烂去徛黄，即马就算想要定种，嘛买无葱头栽啊。惊大雨，搁惊水啊，惊大雨。你如果久啊淡内底淡湿，啊就冻袂牢，就拢烂起烂。啊，地气发烧，啊冻烂了，佮因为伊细长，伊的，咱想讲伊的迄分布，甲迄个伊的发力也袂到遐，所以按伊就死。啊，若较悬地数啊，伊的损失较少。细陈的农民表示，伊总共种差不多3家的葱头，即马剩无1成有法度收成。葱头栽的成本搁再加上人工，损失至少60万。即马因为买无葱头栽啊，嘛只好等下一期才法度定种。啊，不过农民这个损失可能无法度得到相关的补助。目前全县洋葱遭受损害的面积大概是3公顷左右，让未达农业天然灾害救助标准的单一项作物无收获面积5%的规定。彰化县农业处表示，8月超大水雨，搁再加上风台，除了葱头，包括稻啊、含果子类等农作物嘛拢传出灾损。农委会虽然已经将各一种农作物损失的天然灾害救助标准对10%放零到5%，但是彰化县嘛是无农作物达到标准，农民恐惊就爱家己去收这个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针对香港目前的情势，昨下晡蔡英文总统有去国安会听简报。伊嘛讲，香港的情势已经进入关键的阶段，国家安全的机关和行政部门拢都要斟酌注意，随时都要分析有可能的产生影响。当然嘛，都要提供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必要的援助。蔡总统今日嘛去主持军人节秋祭大典，佮接见对军方特别礼待一寡企业。
喙唱国歌，九三军人节，总统蔡英文照往礼去中历史主持求祭大典，表情真严肃。这间唔但是向历史致敬，蔡英文嘛向所有国军以及挺国军的企业表达敬意。再去接见建军企业代表，强调社会各界爱支持国军，以国军为荣。在执政了后，也更加鼓励国军请军号上街路，希望国人看到爱甲因加油。那么，特别是在军人节这一天呢，凡是在街上，看到穿着军服的军人，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国人同胞，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加油”，或者是比一个肯定的手势来向我们国军弟兄姐妹来致敬。蔡总统感谢企业提供国军权方便的优惠，表示做伙来做国军上好的靠山。除了拼国防政绩，政府嘛积极关心香港的情势。蔡总统初日去国安会听简报，嘛做出4点的指示，上台先呼吁北京唔通以台湾等其他国家的关心作为是指控外力介入的借口。港府嘛要避免过度激发和暴力，希望会当和平理性化解冲突。同时也强调，本着人道的考虑，对伫咧台湾的香港人、香港学生会提供必要的协助。目前香港情势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国安和行政部门要注意香港的动态变化，做好应变工作。蔡英文也再度强调，政府坚定支持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早起主持这礼拜的市政会议，伊嘛对嘴讲外界一直咧家抹黑，根本就袂记得伊是在野党，毋是执政党呢。中央毋着提出执政3年半的成绩单靠影，毋通安尼先一直针对伊啦。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嘛出来讲，绝对无要去行4年前的旧路，罢免是袂阁真情换将，将已经提名的韩国瑜签起来。高雄市长韩国瑜今日要主持这礼拜市政会议，伊穿的西装甲英国穿插不同款。原来早起先去中立事了后，才赶登来市政府主持会议。伊不满市政府去互质疑招商衰退较真严重，韩国瑜请财政局长对外说明，赔回招商绝对无衰退。而且伊嘛讲，中央为着选举一直来改抹黑，那就袂记得伊是在野党，应该很监督的是执政党。台湾民众眼睛是雪亮的，不要到了选举不停的抹黑。2300万台湾民众应该要求执政党，韩国瑜不是执政党我是在野的每天比执政党监督的还要严格，这样的公平吗？民进党把3年半之前的成绩单提出来，莫干来挑抹黑。国民党若是为着要解决韩国瑜的议论，还佫有外界声音。针对换韩国瑜的风声，党主席吴敦义早起受访问时阵讲，100%袂换人。国民党袂佫一届来重复过去换条的状况。也不能重蹈2016年的那种换柱的痛苦，100%不会，不会嘛？跟郭董沟通都是郝龙斌副主席沟通的。吴敦义讲，针对妨害国民党名誉的不实言论的提告，嘛讲过去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沟通，拢是透过副主席郝龙斌，唔捌找过前陆委会副主席张显尧来斗相共，希望这挂风声到这就煞。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有媒体问到台北市长郭文铁，讲你组织新政党影响到亲民党的政党票，宋楚瑜拍算会将市政府市政顾问的职务辞掉。郭文铁讲袂啦，宋楚瑜这落会的人应该是有迄落北堂。亲民党的组织部的主任张锡文是讲，虽然宋主席无影要辞，不过伊自本是要互郭文铁接亲民党。既然郭文铁他家己组党只有是祝福伊咯。台北市长郭文铁近日才讲过，9月17日就要找宋楚瑜提名家己参选2020，毋过上新的消息传出来，原本宋楚瑜以事要变赢局赢来合作的想法，佮会当甲参选总统的门票互郭文铁，不离个想袂到郭文铁向阻挡，冲击到亲民党政党票甲立委选举的胜出，互宋楚瑜是气无歹，而且佮去到要甲台北市政府修饰市政顾问的职务辞掉。得到那个年龄都会比较，感觉上都豁达很多，比较没有那好像很积极于名利那种感觉，所以应该有一些政坛前辈有空要多多去跟他们讲一下话。宋先生曾经有内心有思考过，是不是想要让这个柯文哲来接他的班？我们祝福他。张锡文强调，讲亲民党一直有独立参选的准备，毋过保持开放的态度，甲其他政党来合作，要来拼2020大选。第三势力要杀拍倒哪力？郭文铁进前佮加讲，民进党伫县市竞选总部开真侪钱来选举。民进党主席杜延台讲，根本就无编这个预算，郭文铁佮一届来呛声。
有时候在讲话要用常识。民进党总统大选没有变县市的预算，这你相信吗？免书发文，我劝他赶快撤掉。唔能甲民进党伫媒体互相呛声，针对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英文讲，郭文哲讲的两岸一家亲是伊建议的。郭文哲表示，我敢若是对习近平讲过的话内底经济咱会当接受的话，要办世代运嘛爱办双城，总是爱较实在来处理两岸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今日去到嘉义市拜访无党的副议长苏德芳，因为苏德芳的老爸阿正拢是婚林政治界的头人，自来嘛甲蔡英文总统这边较有咧来去，所以郭台铭去抓来嘛有人看作是咧背条仔卡。另外，7月初3因为公务来牺牲的铁路警察李成汉，新主今仔日请入去嘉义市的中律师奉祀，身为警察的下底的郭台铭嘛去到现场参加典礼。场面隆重庄严，因公殉职的铁路警察李成汉初3入署嘉义市的中律师，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去现场追悼，搁一个向在场的军警握手致意。谢。了后，郭台铭去议会拜会无党籍副议长苏德芳，因为苏德芳是小英之友会顾问团的团员，所甲和总统蔡英文真有交情。郭台铭这抓争取地方的支持，板条仔卡意思真明显。两个人互动了真好。郭台铭阁讲到，嘉义市人才不离啊济，包括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院长侯明芳、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台语歌校工会拢是嘉义人。在地欠产业，尽管1到3工再度拍出经济牌，阁批评拿到意识形态治国。中央管太多了，所以我最近提一个口号，我等到将来我会提一个口号，叫做 decentralization， 就是说要去中央化，尽量把地方的税收还给地方。对。虽然一直无正式宣布参选2020，但是郭台铭动作不断，选战的模式早就已经启动。前几天，国家蔡总统罗正贴邀请辩论，被看作是要将韩国瑜边缘化。任何人都有关心跟监督国政的权利跟义务。那我们对于这个国政提出我们的看法，并不是说要在政治上跟任何人做任何的较劲跟考量。因为访问嘉义的时机点，就伫咧国民党换入风声当日的时阵，郭台铭的一举一动，外界拢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台湾的少年家拢讲无爱生囡仔，不过咱来看南韩的人，哪像比咱大搁较硬。南韩的政府上新统计的资料讲，因去年生育的比例比到1%搁较低，意思就是讲平均体一个女性是汤无甲一个后生祖囝，这也是全世界第2低的比例。上新的数据显示，南韩对去年生育率下降存无1%，对去年1.05降到存0.98，新生的人数减8.7个百分点，敢若存32.68万人，甲去年比减无3万人。từ 2016年，南韩的生育率是1.17%，对经济合作组织 OECD 是排无啊名，比平均的1.68%低真济。今年的生育率着强要是全世界上低，敢若低澳门0.92%一寡啊。南韩政府认为，囝生主要是因为结婚的人数减少，佮有30岁到34岁的妇人人数降低。另外，较晚结婚嘛是一个原因。统计指出，去年南韩查某人平均的生育年岁是32.8岁，比10年前低2岁，而且30多岁人叫做妈妈是比20多岁佫较济。准讲过去10档以来，南韩政府开800亿个美金鼓励国民生囝，甲红婴仔互人顾，也是请假家己顾的人也有补贴，生育率却也是直直下落去。The lower fertility rate hurts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a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alls. It also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mployment and could lead to a pension shortfall problem. Rais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and improving the work-life balance is ultimately the key to stopping the fall in fertility rate. 照南韩即卖人口来看，生育率爱维持在2.1，才通稳定目前5000万人的规模。不过，南韩当局评估未来2档的生育率恐惊继续降低。专家是讲，经济歹、社会无安定，拢是民众无想要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澳洲上届新的报告指出，讲世界上快这片山湖，真侪人去遐游赏光景的大宝塔。因为地球愈来愈烧热，气候改变所致，受伤害的情形现出是已经是相当的严重了。
存在已经超过60万年的欧洲世界自然遗产大埔搭，过去5年来状况正明显的恶化。除了经历过2遍的大规模白化事件，如果受到极风侵袭，怎么也阁出现真多一只漩涡的极管海星，和大埔搭的生态愈来愈危险。It was a dead zone. It was devastating. Like I remember like crying in my mosque, and that's the thing that all you can hear all the researchers saying here, but it was really devastating. There was almost no fish. 大埔搭海洋公园管理局自2009年开始，每5年就对大埔搭做评估。上新的报告指出，当地的漩涡搭生态比前2遍的状况较歹，其中由于海水暖化所造成的影响上大。长期来看，气候变迁将会是主要威胁。其他危害也包括农业污染、沿海开发，也非法掠鱼等人类的活动。It takes time to recover, and that's my worry. Is with elevated sea temperatures just marching on. Basically, we're not going to give corals the time they need to recover. 大埔搭的面积345400平方公里，每一个所在受到损害程度无同款。有一寡漩涡搭的状况也袂歹，不过整体来讲情势无乐观。除非是即马就采取积极行动，若无漩涡搭生态若一直被破坏，以后恐惊就救袂大。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台中火车头遮双十路干城公车的站牌，南北2路的公车拢经过遮，拢总有52条线路，结果所有站牌资讯拢是一支公车牌啊，伫咧解决尔。有当时啊，你找甲讲家己要坐倒一班公车的时阵，车就经过啊。台中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表示讲，主要是遮设站的环境有限，未来会尽量改良做电脑智慧型的公车牌。公车道摆到目睭睭，想要坐公车的民众等找到伊会当坐路线的时阵，有当时啊车帮拢已经过啊。算算咧，这个超级大的公车站牌头前后壁总共有52条路线的公车停靠站的资讯。对老大人也是讲较袂晓使用手机啊公车 app 的民众来讲，真正会使讲是一种良知。那个什么手机里面先查好，那万一我没有手机啊，没有手机就是没有办法，是不是找到来公车都跑掉了，不好找了，是不好找，比较醒目了，但是字太小，看不。总共有我们老人就看不清楚了。同款嘛是公车大站的三明路台中科大站，嘛有60外条路线经过，坐车的资讯甲单车停来结合，互人较好来认捌。啊，若是对面的店家门口是甲单车的路线救护长设700支的公车站牌分流分区，民众嘛较好找。台中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表示，干城站超级大的公车站牌，上主要是受到4颗米啊环境的限制。我们用传统站牌，它就必须设10几支的站牌在那边哈。那造成景观上面也是比较复杂，只能说啊设一个比较大面的部分。那当然因为公车停靠可能就会造成周边的住户或者是商家的一个不便哈。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能设这样去设啦。台中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指出，要设公车站牌环境有真复杂的交通，还有环境的问题要考虑落去。若是照法规来讲，必须要公布的信息一项拢袂当减，所以才有一个超级大的公车站牌。未来会向电脑智慧站牌方向来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四湖也是口湖一寡较闹热的所在，有一个67岁阿伯啊，王先生，伊咧卖月糕，啊哪卖伊哪念4句联，佮将矿石的元素搭甲规台车，真侪人看得真心塞。头家也讲，伊望大家卖月糕哪装，哪听伊矿石，学一寡做人的道理。车顶搭满矿石标语，từ街仔路发卖，伊是王宝生，今年已经67啦。甲人上无共款的是，伊若卖月糕，若念4句联。新娘献花有大财，夫妻同心来拼同来。日后家属恁两个爱安排，我们早日甲你抱孙，兼甲你做回来。听4句联啊，你着赶紧来。伊的声大白，佮念4句联话卖，互人感觉真心塞。王宝生自细汉就做心理较真，từ云林四湖也是口湖较闹热的所在，拢会看到伊4句话卖，顺续劝人做好代。感觉足趣味的啊，唔捌看过啊。啊，伊这内底拢有写一寡劝世歌、劝世话啦，啊，叫人做好代啊。哎呀，我嘛第一届看到，足特别。
王宝生希望做生理也通劝人唔通为非三作，社会才会和谐。伊较早对高雄做生理，即马食老啊回乡做生理度日子，袂结果劝人做好，伊就真满足。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讲到劝世歌，讲到四句言，解文说理，国情今日招你来听一下民间流传上解畅快的吕柳生人生劝法。见面头一拍，伊就讲这款的歌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人有真厚真含慢，俗语所讲为人难。啊后壁一拍一拍安尼接落去唱，伊又阁表示讲。咱要来出事无半项，转去双手又空空。人大世间哪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是啦，吕柳生的人生劝法，讲起来，你若有咧听曲盘，听到毋大，听到伊用乐琴一拍一拍一直念，流传到即当阵，会讲是全台湾上界侪人捌听过的劝世歌四句联，是讲无论是念歌的吕柳生，也是编歌的陈清波先生。咱对因的了解相当的有限，各种啊所在，淡者讲出来甲你探讨。吕柳生先生，伊虽然是目暗的人，毋过若四句联经过因的耳孔听过，重新搁再改编，拢会编甲真热烈、真精彩。无论讲大讲弦，还是乐琴，伊咧奏嘛拢奏起真好。尤其是即曲人生劝法，还佫有另外一曲，就是本境成王甲土地，最好最歹成在机。土地若知要交子，敢不交互善恶事？有人做恶讲做善，首先福着现。血无相扯，寒铁连，特要掠来地狱受可怜。是啦，吕柳生佫一条名曲叫做十殿阎君。即马电脑网络嘛有得听呢。啊，国政啊，今日就我的研究讲出来，甲你互相探讨，就是要来探讨讲，原来即曲人生劝法伊的来源，伊歌谣的源头对倒来，就是对日本时代来。1934年，有一本真出名的歌册，叫做《新编人心不足歌》。内底歌册四句联讲，编歌是我陈清波。国政头拄仔所讲的，即款的歌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一拍一拍的歌句，原来就是叫做陈清波的人所编的。毋过陈清波是啥人？倒位的人士？到底什么款的身世？有当着咱的资料，到目前，还是研究了真有限。敢若知影讲。迄个细细本仔的歌谱，一拍724句，一页一页一直念过。这条新编人心不足歌，上界起初就是1934年印出来。啊，这拍歌，这部新编人心不足歌，去互吕柳生改编过，变做人生劝法了后，内底歌句偌好，你敢知？国政啊，佫讲两拍，甲你来互相研究。内底歌句讲：煮生娘娘煮好好，牙刀先下都袂无。未经主者生主过，犹在天地去烦恼。搁来一拍讲，有的一生尽忠义，夫利无怨，贫无欺，甘愿度苦过日子，艰苦应有出头时。是啦，这台湾话咧描写，你甲看偌活泼就好。煮生娘娘，注定讲你人生一路要行到倒位去，就亲像咱社会上的出名人咧讲的，讲人生剧本就写好势啊，毋过无才调互你偷看。啊，煮生娘娘做好好，牙刀先下都袂无啦。啊，毋过吼，咱着爱做好，毋通做歹。亲像卖鸡糕的王先生咧劝人的共款，有的一生尽良义，夫利无怨，贫无欺，艰苦啊，总是有一天有出头时。啊，讲到劝世歌，讲到即个古早味的歌谣，咱来看南投德山，家出德笋是正人知，生长笋嘛是食的古早味。即搭富州社区的一寡时代，佮将自本较咸的口味改良，变做有笋仔的香味，佮带淡薄仔酸气。即摆毋但庄仔内老大人共餐，大家食较真欢喜，嘛变做是社区的名产，逐世界都有人咧注文佮欢呼。甲一大袋笋仔，食真济，放入去玻璃瓮仔内底。新酒笋仔是南投德山的特产，富州社区的长辈用因的手艺呈现这项古早味。我做买60-70年了，没有，我做50多年。你说60-70年，我做70万，70年啊。
即摆换来社区吼，甲社区遮伙伴同齐做个生，安尼真好啦，帮助社区的经济啊。第三出的笋，社区的老大人为细汉就对处理做笋仔料理，较早人做粗重工课，需要重咸的酒笋仔来配饭。即马社区对时代改良口味，福州牌酒笋仔袂伤过咸，佮保留笋仔的香佮微微的酸，变出现代人嘛爱食的古早味。一斤笋仔真有盐，拄好咸，拄好食，佮会酸就好食。大概这2-3年来哈，我们就有很多农友哈，他自己有多的竹笋的时候，就拿到社区来，让社区当供餐使用啊。但是有时候量多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啊，不然我们把它做成酱笋、笋丝这一类的，我们社区也用得到啊。另外，我们可以做社区的产业啊，把它行销出去。这老大人手工生的酒笋仔，即摆目前这是社区的特产，赚到的钱，佫会使帮助社区的发展。老大人用因的手艺，甲特产特殊的人文风味推送给远来游客。记者综合报道。德山咧生酱笋，南投水里的农会家政班，当年中秋嘛拢会做月饼。今年农会推广部特别邀请少年的点心师傅来教这个家政班的妈妈来做传统的绿豆椪以外，佮做一款新型的，亲像轻同款5彩色的月饼，互大家食到古早味，嘛食到无同款的新口味。对，厉害的就是中心点在中间。糕饼师傅详细解说做饼皮的撇步，大家每角拢爱真细腻，才法度捏出圆圆的月饼。家政班妈妈是头一遍学做这款有这色水的月饼，大家人拢足认真咧听，听了就随要亲身挑战看卖，大家拢真期待家己动手做月饼。要先把那个原味的那个手工先把它那个技巧先把它熟练好，那做彩虹月饼的时候，颜色才不会糊掉。因为大家一起学习做的时候哈，彼此都会记住刚刚这个步骤，彼此提醒。水里乡农会家政班伫逐年中秋节进前，拢会做花做月饼。今年除了做古早味的绿豆椪，佮新学做一款彩青月饼，而且鸭内底佮有加水里的糜仔，糜仔是在地出产的食材，互这款彩青月饼佮较特殊，佮较有意义。彩虹月饼利用了紫色的地瓜粉，然后黄色的栀子粉，还有我们的蝶豆花天然的颜色，来去做成一层一层不同，就是彩虹的颜色，然后包上我们水里香，就是酸酸甜甜的梅子。家政班妈妈用心动手做了后，大家人看到水当当的彩青月饼出炉，拢真欢喜。除了学了师傅的好功夫，嘛希望这种有加水里的糜仔，真有因当地特色的彩青月饼，会当推销出去，互更较侪人食看卖。记者综合报道。咱即摆若讲到囡仔佚佗物仔，机器人、手机啊、电动，逐项嘛有。毋过，以早农业时代用竹啊、用铁管做的手工的佚佗物仔，哪来哪少。屏东林乐乡有一个囡仔耍的牛人专家郭东元，伊四界去教囡仔做一寡佚佗物仔，家己亲手做，研究中间的机关，实在比较马变的，加真有意思，加真趣味。古水的插头红仔体操选手，逐遍拢会表演无共款的动作。屏东林乐乡的囡仔算达人郭东元，用竹啊、弹弓啊，都发度变出真侪新式的物件。伊嘛改良体操选手制作的方式，互囡仔袂当轻松动手做。压一次就有一个动作，压太快是只有翻滚而已有时候无聊的时候可以压这个。很疗愈。郭东元讲，细汉的时阵，爸母无闲咧做工课，伊无钱通买佚佗物仔，就摕手里有的材料家己做。郭东元后来参与文化资源普查，和顶一end的交流囡仔耍，用竹来做琴，也是用弹弓啊做手摇的铃鼓，让互人回味早期农业时代的生活。一个阿伯啊，卖麦芽糖的阿伯啊，他就没办法用喊的，他就摇这个很大声。那我们小时候还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说，那个卖麦芽糖的阿伯来了，我们就会拿那个不好的那个破铜烂铁可以回收的，就会拿去跟那个阿伯换麦芽糖来吃。今嘛郭东元参与屏东县府客务处的产业辅导，定定时间去教囡仔做囡仔耍，囡仔家己动手做，研究其中的机关，所完成的物件比任何用钱买到的物件更较好耍，更较珍贵。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南市政府
伫咧组定用4亿3的经费来建设的化学园区。今年母亲节才开幕，到当已经有24万的人次去参观。不过展览场内底化学的标本，阁有一寡展览品拢去互破坏去。台南市文化局也决定讲，自10月起，要连续休4日无要开放，赶紧来维修复原。现在位置变成是空的。原本应该伫台南组定化石园区会当看到的图，煞无看到。展示品顶悬的门手目检一个，虽然园区内底四界拢有徛卖当手起帮的标识，游客嘛是同款爱去卡。我这样推进来的时候，它慢慢关回去。对，那小朋友他不知道，或者是有些他就很暴力，他就会用这样子故意用推很大力。那安尼，有民众互翕到带囡仔伫破坏装置。原本要互民众当囡仔的所在，民众煞甲囡仔挡伫壁顶面，甚至连可比的化石标本嘛，互算甲落落来，囡仔会当放伫办公室，等人修理。全台第一个以化石做主题博物馆，规模较大，参观人次已经24万人，游客真热情来捧场。却因为公德心无够，10月份国务里长爱连续休困，开始修复作业。那比较多像是家长可能带小朋友，或者是一些安亲班团体带小朋友过来，那没有先可能对小朋友的行为有一些制止，就是趁现在刚开学，现在人潮比较少，所以我们要利用接下来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会进行全面的修复。若是真正的化石，好佳在官方有保护的措施。台南市文化局讲，这个场馆是经过各方的拍拼甲规划才有的，而且有推测山区附近文化观光动能的任务，敢会当永续经营落去，就要看民众够保守。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台南将军遮有一对姓杨的兄弟啊，登去新厝林的田园，因换起温室，将芦春园转型做无毒的种植。佮采用上新的科技，24点钟拢控制温度湿度，嘛有在调观察产林的海棠济少。因的辛苦总是有价值，即卖已经证出会用伫现版现食，佮外销日本的芦笋。饲鸡仔食草，饲鸟仔涉念汤纸来除虫害。这是台南将军区的温室芦笋园，两兄弟仔做伙接厝内底田，种芦笋无喷农药，转型无毒的种植。因讲家己厝内种的生食完全无问题，又够甜又够脆。折断，嘎夹。对。你猜猜看，为什么可以生吃？那很简单嘛，当然是没有喷农药。对，我们是用无毒栽种的方式。对。两兄弟仔细汉的时阵，就对阿公到田里斗3工，退伍了后，唔甘伊是大人做事艰苦，转来接这片田，一开始露天种植，后来拄着风台，才说服长辈去温室。转来5冬，逐工的生活拢对着芦笋走，半暝4点外就开始采收，分级包装，一路无影到下晡，用品质建立家己的品牌。如果在夜间采收，它会比较嫩。对，因为你如果照到阳光的话，它可能会纤维化比较快。对，那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不好。对，那我们基本上都在凌晨做采收。两兄弟仔对田园的管理真认真，伫咧南汤纸的区域设监控的设备，观察虫害。芦笋园24点钟控制温度、湿度，互芦笋生了又搁大长又搁幼。少年辈都来做，无像因老一辈。经验一定有几十年的经验伫遐，讲有一寡仪器啊、设备啊，有法度去帮助阮安尼去解决即个经验的问题。安尼对阮来讲是叫做方便的，嘛较成功。对品质来讲拢有影响。即马黄家兄弟的温室，正则是参访的示范点。来讲着要安怎照顾这片园，除了有讲袂煞的技术，更加有诚深的感情。少年人转来家乡做事，用汗水嘛用科技，种出上青甜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台湾中美洲的邦交国瓜地马拉逼出政治的头人贪污的案件。这回调查的是进前的总统夫人 Torres 连续3摆参选总统拢失败。检察官就是讲，伊伫咧2015年迄边的选举有去共收一条350万美金的政治现金，结果家己暗起来。不过 Torres 嘛话冤枉，伊讲这是执政的人针对伊的政治对杀。瓜地马拉前第一夫人山德拉托瑞斯，初日伫咧厝内底去互掠走，直接被押去首都瓜地马拉市的法院。伫咧落车进前，托瑞斯一直话这是8月份总统当选人贾迈代对伊的政治对杀。Totalmente es un político y pregúntele al doctor Yamatei porque él dijo que él no se quedaba tranquilo hasta que me metiera a la cárcel. Vayan a preguntarle a él. Persecución política, licenciada. Total persecución política.
今年63岁的托瑞斯是2008年到2012年在位的前总统科隆的情母。今年年初就去予联合国反贪组织 CICIG 锁定，所以伊第3届投入总统大选的时，就主拍反贪议题，希望当选了后会使得到刑事合并权。虽然进入第2轮的投票，不过最后也是输予明年1月份才要正式就职的前外科医师贾迈代。初二检察官指出，这届托瑞斯会去予逮捕，是因为伊牵连到3个案件，上主要是托瑞斯伫咧担任秘书长的全国希望团结党涉嫌伫咧2019年总统大选的时阵，藏350万美金，差不多1亿1000万台票的政治现金。Lo que esperamos nosotros es el debido proceso, el respeto a la ley, y si cometió algún delito serán los tribunales de justicia los que tengan que determinar esa situación. 联合国反贪组织是伫咧2006年由瓜地马拉也有联合国签约成立的，主要的资金是为欧洲、美国也有加拿大等等的国家所来，属于独立的国际组织。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对付瓜地马拉长期政治贪腐的状况，也有打击犯罪集团。不过，这个组织前后得是3个瓜地马拉的总统，包括现任的总统莫拉莱斯，所以莫拉莱斯决定要搁再和 CICIG 签约。9月初2拄好是这个组织伫咧瓜地马拉的最后一天。外界就认为，一旦 CICIG 离境了后，法官就正派针对瓜地马拉贪污的案件进行起诉，包括托雷斯的贪污案，也有可能就安尼准度煞。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英国国会，即站开始开会1礼拜，含英国首相强生立场反对并的这个国会议员，当伫咧把最后的机会，要阻挡资本英国暗算的期间10月30日，就安尼来脱离欧洲联盟。I don't think they will. I hope that they won't. But if they do, they will plainly chop the legs out from under the UK position and make any further negotiation absolutely impossible. And so I say, to show our friends in Brussels that we are united in our purpose, MPs should vote with the government against Corbyn's pointless delay. 英国首相强生嘛讲，英国和欧洲联盟双方面真有可能会当达成新定案的脱离欧盟的协议，所以坚持资本暗算的期间唔通搁再延前。若照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反对脱离欧洲联盟这边面的国会议员，若是继续主动者，强生有可能会换行国会提早改选这条路。咱来看罗西亚的首都莫斯科瓦。莫斯科的市议会选举，因为政府一直阻挡反对派的人参选，嘛引起侪民众行街头抗争。警方到今已经抓超过2000人起来，这中间有2对爸仔母因为带囡仔去游行，所以检察官用照顾疏忽的理由，向法院申请禁止因抚养的权利。9月初2，法院裁定讲抚养权同款甲因留掉咧，条件是袂当搁带囡仔去行街头。这个查甫人拄法院行出来去互媒体围调咧，伊微表笑来回答记者问题，因为法院裁决伊会当保留囡仔的抚养权。Это был наш хоррор, потому что отбирать грудного ребенка у кормящей матери и засовывать в интернат – это очень, скажем так, серьезный стресс, даже в потенциале. 莫斯科检察官8月份向法官要求剥夺2对爸母的抚养权，理由是这2对爸母带囡仔来参加抗议选举无公平的示威游行，无尽到家己照顾囡仔的责任，互囡仔伫咧危险的环境内底。毋过法官9月初2裁决，这2对爸母拢袂去互剥夺抚养权，毋过警告袂当去带囡仔去参加集会，若是去互发现，就会失去抚养权。С детьми посещать митинги, да. Даже случайно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центре в день митингов с детьми нельзя. Это наш город! Это наш город! 莫斯科市议会选举要伫9月初8日举办，8月31日，各有6万外的人去行路来抗议选举无公平，因为政府用无收集9亿提名签名来做理由，不让反对派候选人参选。Наши подписи настоящие, но у нас есть поддержка москвичей, чт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люди выходят, даже не боясь массовых задержаний. 毋过，这届抗议的领导人是一个31岁的律师，嘛，伫这届示威当中，叫莫斯科的警方抓起来，由7月份开始的抗议到今。警方总共抓超过2000个人，其中14个人可能会面对8年的刑期。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第13号的风台00外围环流的影响，今日台湾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各南部，
啊，搁有家人北海岸沿海、甲平湖、马祖遮，拢有可能会起大影。现此时，伫咧越南片就已经观测到关度1米半遮尔大的海影。另外，因为小冷对流的云发展了真旺盛，真有短期间的大阵雨。咱云林以南到甲屏东，搁有南投地区，乡亲都要注意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民众嘛要注意讲单雷，搁有大阵风咧起。明仔天气变化啥款，咱赶紧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家人湘北桃竹苗29度到34度。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29度到34度。台南府城高雄搁屏东29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感谢你。